宜蘭的國民國中國小學生10個人哦，今仔早起出發，要用12天的時間駛帆船航行1500公里，要去日本的奧基納瓦。今仔早起出發時，行政院長杜英泰甲副院長鄭麗君，嘛攏有專工去替囡仔加油。我們願意用科學探索海洋，用行動守護海洋。我們願意勇敢探索未知，尊重不同文化。我們有做過很多事前的準備。那我們大家有做哪些準備？有去開去龜山島挑戰，然後還有學一些船上的儀器怎麼使用。我們也評估大概颱風可能會影響的時間大概是在7月8、9、10這3天。那我們可能就是依據這個颱風的狀況，會有一些行程的調整。校長表示講，佇出發之前，學校有針對在的囡仔船員來做訓練哦，包括長時間的航行訓練、安全教育、還有海洋科學課程、去星空的導航等等。也毋過唯一的變數，就是驚講去拄到風颱哦，沿途嘛攏會詳細來評估，安全是上重要的代誌。那天氣真穩定哦，按算用12天的時間駛1500公里，去到日本的奧基納瓦，沿途來探索海洋。